现在平安吼，咱备办心做伙来敬拜。人为着朋友献性命，疼无有比即个较大的。查到内吟圣诗590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请咱起立来吟。
咱三角徛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愿伫天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你一死，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不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俗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15篇，诗篇51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大家嘛会使掀开信息的后面吼，嘛会使直接来看荧幕吼。我来启，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目睭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做的你看做上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胎就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喜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雪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喙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个忠心的心灵，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唔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犯过失的人通归向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生礼，哪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这时，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阮的大权能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拣选，互阮有份甲你坐倒，互阮会当踮伫你的院内，通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佮得到你的疼痛佮祝福。阿爸爸，阮对心底对你充满感谢。听阮的主，今日深知，只要掠你做头，凡事交互圣神引带，阮就袂失错，行毋着路。毋过，因为阮肉体的软弱，不时家己就是家己足巧的来做判断，也是讲一寡无见证的话，做出无好的行为，
主啊，求你原谅阮，帮助阮甲你有搁较好的关系。求你的圣手会牵调阮，祈求圣神保护师对阮的思想、讲话、行为，拢有完全的管教引带，互阮真正行出你所喜爱的款式。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嘛要对你来求讨台湾阮国家的安全甲全民的团结同心。今年阮有新的总统、行政团队以及新的国会来就任，政治的运作，互台湾国内搁一摆感觉对立，台海的关系嘛，互人感觉无安全感。伫即时，阮仰望你的真理，会使真正真做普世的价值，互耶稣求耶稣嘛，真做阮世界的中心，帮助阮台湾人用听来理解无共款的意见，彼此做出让步甲调整，也用个人会拍拼来强大阮国家的经济，同心来保守台湾阮的土地、阮的自由民主。主啊，这一切拢无简单，求你亲身来帮咱，来成就，互阮的台湾愈较稳固甲平安。阿爸天父，你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你是阮拢总的瓦库，也是阮的仰望甲所求。求你伫阮艰苦的时鼓励阮，赏赐阮平安，也帮助阮教会每一个兄弟真正掠你做头，行出你的好见证，也帮助阮今仔日下晡的纪念音乐会，以及筹备中7月的儿童夏令营、福音队，甲7月6号的音乐分享会，会使对社区、对参与的人传达你的福音，也引带因有进一步决志做你今日的福分。最后，阮特别要为教会年老也是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你的圣神甲因得的，随时成做因上大的瓦库甲安慰。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困求的声。所有的学老吼，今仔日咱是敬拜团来服侍，请咱用敬拜的心来听，也会使做伙吼开喙来吟。好，咱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真欢喜，咱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做伙来敬拜咱的主。这时咱要邀请大家做伙起立，甲咱做伙来吟诗，来学乐咱的上帝。咱做伙来拍鼓啊！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
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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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请坐。第二首是一首台语的诗歌，咱会当做伙来唱。天顶之源上帝，充满恩根的恩，全地人喜乐，全地人喜乐，恩根伫你心上。黑暗想要投降，全地人叮当，因为嘴的话伟大，主上帝做伙手伟大，主上帝要看到你心。伟大，主上帝，你永远到永远。你永远到永远，时间伫你手中，起头甲煞尾，起头甲煞尾。三位一体上帝，就是要行信心，是赛过是有过，是赛过是有过。伟大，主上帝，做伙手伟
主伟大，主上帝，要看到你是伟大，主上帝，伟大主上帝，伟大，主上帝，做会主伟大，主上帝，要看到你是伟大，主上帝。咱感谢敬拜团，咱来带咱做伙来敬拜吼。啊，大家有感觉心情有觉得一起震动吗？我大概敬拜的时阵，拢感觉心情也一起震动了。啊，伫主的面前，我就是家己的一个人伫敬拜吼。所以感谢敬拜团，互咱来做伙有这个领袖。煞接咱来读圣经，强讨上帝的话。今仔日咱的圣经吼是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第27节到32节。若是恁要掀开圣经吼，伫新约圣经7节一面吼，咱嘛会使掀开圣经来看，也可以来看荧幕吼。我来读路加福音5章27节。这个代志了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抽象的，名叫利未，坐伫向官，就甲伊讲：“缀我。”伊就放下一切，起来对伊。利未为着伊办大宴席，伫因兜有抽象的，以及别人侪甲因做伙坐倒。法利赛人甲因的经学师对伊的学生嗷嗷念，讲：恁啥事甲抽象的，以及歹人啉食。耶稣应讲：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若是破病的人就对。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调歹人来反悔。讲道，请本堂张宣信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至圣救主罪人朋友”。搁一摆同心，咱来祈祷。现在，至圣的上帝，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来欢迎君王的降临。我伫这个所在，用我的心灵做祭坛，做伙献芳芳的祭，就是对上帝敬畏，对上帝尊重，对上帝你的感谢，对创造主来求祝福。主，你是时间的起头，也是煞尾。你是历史的主宰，是空间、时间的主宰。伫阮的人生有限年日的中间，阮感谢你，赏赐阮这个活命，也伫阮每一天的生活的中间，引带阮经过侪风波、侪挑战。今仔日，阮也会通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检查有一寡人为着身体的阻挡，也是事务的阻挡，即时甲阮伫网络观顶直播的敬拜。恳求你即时平平降临伫每一人的心灵。我要尊重你，因为你是伟大的主宰，是阮人生的牧者。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也诚做上帝你的朋友。会通来得到你通过主耶稣要赏赐阮一切福气。阮将今日敬拜仰望伫上帝你的祝福、你的同在，也恳求圣神真理的灵运行，帮助阮对伫至圣的救主怎样愿意诚做罪人的朋友，互阮来领受即种的恩典、即种的礼物、
这种福气。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门。其实今日这个题目，事实上是有一点仔对立的，至圣甲罪人，圣洁的上帝怎样成做罪人的朋友？我想这是咱今日做伙伫这个所在来学习的。我想咱若是从细汉伫教会大汉，还是甚至你今日第一遍行入教会，你可能拢会想讲：耶稣到底生做甚物款？伊伫我的心目中到底是甚物款的形象？2000年前无照相机，无人，敢若迄个时代嘛，无人留落伊的画像，所以咱对耶稣的一寡目睭看到视觉，大概拢是即种的样子。长头毛生了换缘投，老喙鬚，看起来甲真温柔。你看伊挂气皮边流迄个目睭，又有一点忧伤，这是画家人的感动下面所想象描绘出来的这种的款式。咱看这个图，看到耶稣应该就生做这个款。这是事实上，点出来伊甲咱所想象的有真大的各样。伊无一定亲像头先看遐个图，遐个缘投无一定。老实讲，我看圣经，伊看起来可能真操劳了。你看约翰8章57节，犹太人安怎甲讲？你都还未上是50岁咧，你敢捌看见亚伯拉罕嘛？咱知影耶稣迄个时代大概30岁尔啦。总是这犹太人甲看讲，你都还未50岁，所以他看起来可能比咱所想象的看起来是较苍老的款式。当然，伫当时的人，特别咱今日的圣经，甲咱看起来，对法利赛人，也是咱看福音书，当时上流社会的人对伊无好印象，讲伊妖怪爱食、啉酒，佮交一寡遐不三不四的朋友。所以咱伫福音书看起来是两极化的形象，伊是一个妖怪的，是爱食的，也是一个酒鬼 drunk， 是用迄个话英语的翻译是非常会重的，用这种的话来甲伊处罚。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当代的人一寡福音书内底，逐所在吸引真侪遮的一般平民百姓，遮的人拢感觉这个人有上帝关联任何一个来求伊帮助的，毋捌受到伊的拒绝。所以伫这个社会有两极化的形象。大概较上流社会，也是较感觉我是正统的，我是正派。因看不惯耶稣，讲伊是妖怪爱食，个交一寡遐不入流的朋友、酒肉朋友的人。咱来想看哪里咧？今仔日你有法度人接受耶稣这个款式无？咱是毋是今仔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譬如讲，你去达斯维亚斯看到伊伫遐咧吃饺子老虎，你会通接受？你今日去夜店，忽然间看到讲耶稣嘛伫夜店内底，你伫迄个所在咧讲跳舞，去什么款的俱乐部，你会通接受伊出现伫迄个所在未？你会通接受讲伊毋是干那啉米酒尔来，伊啉威士忌呢？甲遮个朋友做伙伫遐来享受遮个美食，你会通接受讲伊甲边仔周围遐个人是当时社会，伊若甲德联班迄个徛做伙，甲四海帮的迄个，迄个咧放高利贷，其实当时的人就是安尼看耶稣呢。遐抽象的人等于是咧放高利贷的人咧，是咧欺压家己同胞的人。耶稣，你哪会拢甲遐个人做伙？如果伊今日出现伫咱中间，是毋是咱也真容易甲遮个法利赛人、甲遮个正派的人来看耶稣？有一本这个杨惠丽，我知影咱真侪人伊读出很多书啦吼，
就 Jesus I never knew 啊，这个咱中文有甲翻译叫做耶稣真貌。我知咱即马读书会，敢若嘛咧读杨惠丽的册吼。啊，如果你有机会啊，这校园书房一般的书房拢买会到，叫做耶稣真貌。这杨惠丽伊用真侪无共款的角度，伊感觉伊从细汉伫教会大汉，耶稣的形象是安尼。总是伊好啊去读福音书，伊发现讲，毋是我想象的安尼呢。耶稣有几啊，较另外一个层面是我需要搁较去甲明白的。啊，这个也是今仔日要甲咱做伙想的，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咱若看福音书，伊定定互人批评的就是，伊不太在乎摩西的律法啦，伊毋是真守规矩的人。咱知影这上流社会是法利赛人经学书，因掠家己会通严格来遵守摩西律法，做因的夸口。啊，阮一礼拜禁食2摆，阮大概要食饭，阮有洁净礼，阮什么时阵爱禁食来亲近上帝。啊，阮做这个代志，来显现出我实在是真敬虔的人。所以耶稣不太在乎这一切。伊无啥咧守规矩，伊伫安息日嘛咧，伊伫病人啊，伫遐咧无做洁净咧，伊就咧食饭啊，也无照迄个规矩来禁食。伊定定甲遮个人，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当时法利赛人社会认为讲，毋是真正经的人，做伙伫遐食饭、参加宴席，看不惯他所结交遐朋友。总是至圣救主，就是这个人的朋友，就是咱的朋友。我想咱拢知影，朋友随上是真重要，特别咱若做家长的人，咱会真注意咱的囝儿所交的同学朋友到底什么款。有真侪话咧讲，孔子就讲好的有3种啦，好朋友有3种，定定会甲你提醒啦，会甲你帮赞啦。啊，歹的朋友定定会甲你抱啦，为着伊家己的目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朋友真重要，咱嘛知影，迄互相的感染，迄种的影响力，特别伫成长的过程、青春期、性情也未遐真定，也无法度真好判断是非的时，咱真爱伊交着对伊有正面影响的这些朋友。所以咱会讲会去注意，你的朋友我毋茫我会通熟悉。啊，咱会通讲啊，伊边仔周围遐个人拢毋是真正经，所以咱真紧就会落判断。伊个朋友若毋是真正经，你嘛是毋是真正经的人。总是咱家己来反省，如果咱一直咧讲别人啊，阮囝的朋友什么款，那咱反省咱家己，我对其他兄弟姊妹，到底我对因是益友还是损友？我到底对其他的人啊，我是一个对有帮助，还是咧引带因做歹，大家相招来做歹的朋友？朋友的重要，我看伫经验内底吼，非常的多吼。经验一句一句啊，我小可甲整理者，大概伊咧讲，朋友是爱时常关怀吼。朋友我爱定定爱有联络，互相知影最近的情形，爱通互相伫遐来扶持啊。兄弟是伫患难的时阵来生。即句嘛真趣味，啊，甲咱少年人一个提醒，讲你交的朋友真重要。总是恁老爸人脉，你嘛毋通放弃。恁老爸遐个朋友，恁也会通熟悉吼，对你可能有帮助。虽然甲你无共代，总是因为人生的经验，也是讲将来你伫社会要创业，要做什么代志，恁老爸朋友有时嘛会通帮助你，你拢毋通放弃，爱甲因维持好的关系。啊，然后嘛甲咱教示讲，虽上远远的亲情，不如住伫咱厝边的隔壁，因为拄着患难的时，啊，才边仔厝边隔壁才有我头通甲你帮助。朋友有时会互咱感觉共好心，伊讲的话，原来你对我是即种看法，啊，你会提醒，检测毋是我爱听的，总是伊讲的。对啊，毋对是另外一回事。伊互咱会通反省咱家己。伊讲朋友会互咱心灵会伤，会伤痕是对咱
伊是真正为着咱的好处讲，无一定啊，伊讲的是毋对的，总是咱来甲听看卖。如果有，咱来改若无咱知影讲伊是来伫好意来劝咱的。总是对敌是甲你亲好好，总是迄种假牙。朋友诚实的劝告嘛是安尼，亲像香油，亲像膏药，互咱心欢喜，互相砥砺。有时伫教会内底，咱家己一个讲，啊无咱一个决心讲，今年甲圣经读过一遍，你家己读无偌久，检菜就亚先咱啊。你若会通找一个朋友讲，啊无咱互相，你爱提醒啊，你今天进度到哪里？朋友的互相的感化嘛是安尼。总是真诶嘛来讲，即个社会真现实啊。你好野人朋友较侪啦，安尼散车，逐个拢惊啊，逐个拢惊讲啊，万一你若来顺啊，我毋知要安怎来迄落。爱送礼朋友嘛真侪，伊真慷慨，定定会去关心别人。伊讲散车人连伊的兄弟拢尽量离较远。朋友搁较惊伊来就近，是要对我得到什么款的好处？这是真现实的社会。当然，咱伫福音书内底，你看所有咧写耶稣的，伊差不多几乎3996的人拢有，伊来者不拒啦。敢若有一届迄个迦南的妇人人来求伊讲来救阮查某囝，他那一次故意的。三栋四栋无要去甲帮衬，迄个故事咱比较少，总是其他咱看见，伊差不多毋捌拒绝任何来亲近伊的人。伊有熟悉知识分子，约翰第3章即尼哥底母，也是迄个青年的官，伊是一个知识分子，佫是好嘢佫是真爱追求永活。伊来问耶稣讲：我要安怎做，我才会通得到永远活？所以，遮个人拢会通来问耶稣遮个问题。伊本身是基层的劳工，若照圣经讲，因老爸是木工，伊应该也是木工。伊的学生中间真侪是讨喜的人。伊接纳一个务实的以色列独立建国者，对政治真狂热这奋锐党人西门做伊的学生。所以伊嘛接纳各种无共款政治意识的人，伊也认捌一个好野人，也好加在伊认捌即个阿勒马太约瑟，所以为十字架顶尸体扛来，才有所在通好甲埋葬伫阿勒马太约瑟为着家己准备的迄个墓穴内底。咱看伊真正亲近即个青面去食马蜂边的，今日咱要讲伊亲近迄个国税局。职员，今日国税局职员不是负面的人公务员因咧执行公务，总是伫迄个时代，咱拢知影，对犹太人来讲，毛税抽象的人是为罗马政府外邦人咧欺负家己同胞，佮为着家己的利益，伫遐来压榨这个同胞的人，所以当时的人非常讨厌这个抽象的，这个也是。迄个时代，甲咱即个时代无相像的所在。伊接纳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伫现行犯去互掠着，伊接纳迄个一世人无恶不作，甚至互判死刑，到最后一刻，才令耶稣讲：求你纪念我迄个死囚。伊毋知做偌侪伤天害理的代志，总是上帝伫耶稣基督伫最后迄个时刻接纳伊。伊接纳甲外邦人做朋友，罗马军官的罗卜破病来求伊。伊接纳即甲地方的这个领袖管会堂的埃罗，伊甲妇人人关系嘛真好，所以一开始传道加利利就一群妇人人诚做因背后的帮衬。伊甲这个囡仔要就近伊，因捌咧拒绝伊。伫即个雅各的古井边，伊甲在撒玛利亚的妇人人。那么，知影这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结婚几啊届，伫社会上伊感觉真见笑，所以爱甲中道时才来抢水，道德有瑕疵，伊用足侪时间伫遐来讲信仰的代志。伊
接纳这弟女、这性工作者咱看见各种破病的人，伊也拢帮助因，甚至可能精神有问题，也是这个福贵妇心呢，有求于他的，全部拢是伊朋友。所以今仔日问题唔是讲我敢会当成做伊的朋友，问题是我敢愿意成做伊的朋友。这个箴言18章24節有一句話，有時你讀起來會怪怪。講濫交朋友的當然是自取敗壞。你去交一寡遐，總是有一個朋友是比兄弟更較親密。到底箴言咧講，這個朋友是什麼人？有一個朋友會比你的兄弟更較親密。好像古約個箴言的時候就埋下一個伏筆。將來這個朋友就是要為着你放下性命的主耶穌基督。所以耶穌佇這個約翰第10章第9節，伊講：我親像一個牧者來，這個牧者是要為着所有的羊來放下性命。不管這隻羊是真善良溫順的羊，還是一個真差勁真軟弱的羊，伊要為着所有的羊來放下性命。今仔咱下晡要用這個約翰15章13節，人為朋友放下性命，聽無比這個較大。這句話佇最近實在是非常深的感受。一個人願意為着伊的朋友放下性命，世間的聽無比這個更較大的。為着朋友的好處，我會通放棄我的性命。人的性命就是一切嘛。我會通為着我的朋友我金錢幫助伊，也是各方面幫助伊，兩肋插刀攏無要緊，總是要叫我講為着伊的好處，我來放下性命。無有真濟人做會到。耶穌嘛講，聽無比有這個更較大的。總是這個比兄弟更較親密的朋友，主耶穌就是為着安尼來到這個世間。所以對任何人來講，今仔日唔是咧問講我有資格通做伊的朋友也無。今日問題是講我願意接納耶穌來做我的朋友也無。咱今日看這個聖經節就是馬太，好佳哉有呼召馬太。今日咱才有通馬太福音讀耶穌的生平，伊的本名叫利未，就坐佇迄個鄉關，佇遐咧共抽稅。因當時如果咱知影因是某稅，即個城中正區我某着，所以中正區佇即個所在要出入的人，我用各種名目來甲伊抽稅。抽稅即部分，如果我上交予羅馬政府，也是希律王，其他的就是我的。所以為着家己的好處，他盡可能會通壓榨一般的人，甲抽一寡稅來智慧。伊去叫這種的人講來跟我。馬太嘛真乾脆，就放下一切起來跟伊。你最近唔知看到這個新聞《自由時報》多小小的一個欄位啦伊咧講這個米開朗基羅這個卡拉瓦喬這個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個畫圖家。這張圖聽講為19世紀都無去唔知去用偷摕起來。最近找到迄新聞底爾，一底爾，我是好奇去甲找。原來就是這張圖看這個人。就是卡拉瓦喬用聖經當比列刀咧審判耶穌的時，伊用耶穌甲這個巴拿巴你看這個人，你是愛我放倒一個？這張圖大概為網絡上看就是這個圖啦卡拉瓦喬實際上對藝術對畫圖我唔是真內行，我去查講卡拉瓦喬佇畫界伊真出名，就是伊對迄個明暗用光線的對比甲這種的畫圖的方法，圖迄個光暗要安怎強烈來對比，甲帶入去佇伊的圖內底影響後來包括後來荷蘭迄個林布蘭伊的畫嘛真注重這個
明暗的对比、光线的对比。卡拉瓦乔伊也画一张马太受呼召的这个油画，咱电话甲存一下好。那你小可甲看一下吼，这是1599年画图的吼。你安尼甲看，就是你啊看奇怪啊，马太穿迄衫都欧洲的人的衫，当然伊是用伊当时欧洲的人的穿插啊，甲伊画安尼来迄落。啊，这张图到底伊的特色伫什么所在？啊，我著去遐看讲人咧解释啦吼。啊，你注意甲看，等一下来，然后佫倒转来看这张图吼。有5个人坐伫遐，围着一个桌啊，可能伫遐咧耍牌啊，咧跋筊咧创什么货？啊，边仔遐有一个窗啊，总是迄个窗啊无光线，光线是为后壁边啊，你敢若较悬的所在有另外一道光源射入来。啊，总是这代表一个上帝光的呼召。啊，咱有2个人徛咧，这张图一个所讲，其中一个是彼得，一个就是耶稣。啊，迄个5个坐伫遐咧咧跋牌啊，4个人头举起来看，其中一个无举起来看。卡拉瓦乔也是讲人咧解说讲，迄个就是卖耶稣的犹大，因为伊过咧算讲伊趁偌侪钱，伫遐咧算钱。然后有一个较边仔过来一道光线，照伫遮抽象的人，特别照伫马太的心中。所以迄个光敢若伫遐，互咱看图都听见。特别咱看下注意看，有3个指头，伊指马太讲：“你来对我。”彼得嘛指马太讲：“耶稣，你是咧叫即个人来对你嘛？”叫这个抽象的、这个名声接歹的人来对你嘛。然后马太家己也用食指指家己讲：“是我，你是咧叫我来对你无？”咱搁一摆来看这张图，5个做伙咧算牌啊，这个无牙头讲是少年的时候来犹大，这个是彼得，差不多甲耶稣甲扎起来。伊的手真讲，你马太是即个，伊家己手也比讲我哟，耶稣是即个比讲我呼召你来对我，即个光是上帝呼召伊，伫迄个时刻来呼召伊来群对伊。咱毋知影为什么上帝主权呼召咱，伊毋是呼召遮传道者讲你全时间来群对我。伊嘛呼召你来成做伊的朋友，来成做伊的军队者，来成做伊要为着你牺牲的对象。所以利比真 surprise 嘛，真欢喜到讲哇！这为着这，我今仔日无要去做抽象的，我要来对耶稣，所以我来办一个餐会，大家甲做欢喜，我要公开来宣告，我要放下这个职业，我要专心来军队主耶稣。所以伫遐大办筵席，侪当然伊的朋友都是遐个法利赛人看袂惯的，所以因毋敢直接甲耶稣批评，伊甲伊的学生拗念讲：恁老师是安那拢甲遐个人做伙？遐伊是社会名声遐歹，你敢毋惊讲恁劣币去影响着？所以耶稣伫迄个所在甲伊讲，破病的人。我就是为着这个破病，感觉伊需要的人，愿意接纳我的人来。我想咱加减拢有偏见，咱加减拢有歧视，人的社会真好去摒除这。咱扪心自问，咱该做一个台湾人，咱真好去想象一个黑人，伫伊的人生的中间，伊咧看亚洲人是甚物款的印象？伊咧看白人是甚物款的印象？咱知白人真优越感真大，因为伊都白人嘛。伫这个世界，所以伊生来迄个种族，都互伊本身就带着歧视。今日咱嘛是共款安尼，对伫性别，有时对伫人，对伫人的行动，对伫伊的长相，对伫伊的阶级，迄个都咧做甚物的？就做乌手的啦，伊甚物？我们
加减，因为咱的天生的啦吼，也是讲后天的经验。哦，你捌互警察开过单，即我都对警察我印象足歹的。你甲某一个职业的人捌有过冲突，后摆你对即种职业的人检测就诚做一个你对因有偏见、歧视迄种眼光。我咧想，我这检测是一个原罪啦吼，因为咱的限制，咱是有限的人。伫咱有限的经验，甲咱的即个上帝甲咱有定好，咱的种族人生的过，自然咱就有家己一寡想法，啊，所以这个想法，有时会影响咱甲人的关系。咱会讲分门别类，总是我咧想，若是上帝创造主上帝，伫上帝目睭中吼，其实敢若剩一种人，就是一个叫做罪人，一个叫做互伊看作义的罪人。如果咱看圣经内底，伊讲世间无义人，对亚当犯罪了后，世间不管你是拜登，你是川普，你是赖清德，你什么人，拢是伫上帝目睭中拢是罪人。以赛亚讲伫上帝目睭内底，所有义拢亲像污秽的衫。你感觉我已经做甲真好啊？啊，伊差不多是会通讲是圣人的阶段啊，这个伫咱的人生的中，我嘛感觉有少德雷莎修女啊，感觉迄个已经到种超凡入圣的地位，总是伫上帝目睭中，伊的义也亲像污秽衫。所以，那照圣经来看，对亚当甲夏罪短时间，伊是完全义的人，无罪污染的人。等于亚当夏娃犯罪了后，以后世间甲一种人罪人，我们都承接了那一个。那遐尼容易去批判人，咱遐尼容易去骄傲，有时咱嫉妒，有时这代志，无人有法度通避免。总是伊就是为着咱这种人来。伊讲勇壮的人无需要医生，破病感觉我需要，感觉我无法度通克服我家己心内迄种的罪恶。像咱今日所读《启示文》第51篇，大卫做一个王，伊讲我实在是得罪上帝啦。我嘛无爱我家己安尼，我需要上帝你的赦免，我需要上帝你的救恩。所以伊来，毋是为着义人，毋是为着这法利赛人感觉家己已经够好的人来，伊是为着感觉我需要主耶稣基督来啦。所以你家己过，我是健康的人，我无需要啊。我伫世间活甲真好势啊，我生活无虑啊，我望上帝，互我有一天安尼去，安就煞去啊，都无啊。我不在乎未来，我不在乎有没有永生，我唔知有第二个天堂无，我完全不在乎，所以我无需要。我已经家己过了真好势，那安尼耶稣跟你无关的，你无需要主耶稣。啊，是你感觉讲，确实我对家己嘛无满意，我互罪恶感染，我需要伊的赦罪，我需要伊的救赎。所以耶稣来是为着罪人身份的转换，互咱为罪人来假做互上帝称做义的人。咱无法度通完全亲像天父完全一样，是互上帝称做义。所以伊来是为着这感觉我需要伊的人来。所以罪人的转换，迄个秘诀，迄个关键就是。伊愿意，伊就是为着我这种人来啦。啊，我要接纳伊无？我要来诚做伊的朋友也无？所以今仔的问题毋是讲我有资格做伊的朋友无？今仔的问题是我愿意诚做互耶稣做我的朋友也无？所以咱也有两个圣经真重要，咱大家也珍惜。约翰3章16节甲约翰1章12节，伊讲上帝
伊无爱伊创造的人沉沦，甲伊分开。所以，既若信伊，咱袂沉沦，会得到永远活，因为伊疼世间到安尼。伊来到第一届来到世间的时阵，毋是要来审判，讲恁拢是罪人，恁拢应该受审判。伊来是要互世间，因为伊来得到救。约翰一章12节真重要，讲接纳伊，我相信这个是我的朋友，是要为着我牺牲性命的朋友。我要接纳伊，我要相信伊，咱就官兵成做上帝囝儿。所以，这耶稣的对敌，当时法利赛人讲：恁老师、恁律比那拢甲遐罪人做朋友。因本来是咧甲讽刺，甲伊轻蔑讲到甲遐不三不四。这是实际上因讲出一个真理：耶稣基督真正是罪人的朋友，是为着咱这无法度解决罪问题的人来。最后要甲大家想的，就是如果安尼，我敢会通亲像耶稣去接纳甲我无相款的人？教会咧，咱讲教会是耶稣的新娘，咱爱听耶稣所听的。总是为什么今仔日所在卖讲？我话真侪全世界教会为什么互人感觉是中产阶级的宗教俱乐部？为什么教会变做有钱有闲人才会通去的所在？换一句话来讲，你甲我，咱对社会边缘人，咱容忍度到什么程度啦？这需要大家来努力。今日如果一个华世界底下咧徛壁的基督行入咱内底，他会觉得自在吗？老实讲，这对咱来讲都是一个挑战。今日一个 homeless 的人来坐在咱中间，我相信咱大家，包括我在内，会觉得很不自在。所以这是不是咱来反省、咱来检讨的所在？所以杨惠丽又写了一本书，叫做《何必上教会》。以这本册歪巴的，我来来去教会，去教会，敢若互我感觉我是搁较侪、搁较重的人。教会遐人互我感觉，因的眼光，他们的做法，互我感觉，我不应该在他们中间。伊讲耶稣的时代，吸引的拢是遐社会边缘人。今仔教会甲，互遐社会边缘人讲，我讲，我都爱到一个程度，我才会通入去到教会，我才有资格通入去教会。这是不是咱所需要来反省的？至圣的救主是罪人的朋友，咱无比遐社会边缘人加好偌济，是上帝恩典，互咱较济，互咱生活较好过。其实，咱需要耶稣基督做咱救主，其他遐人嘛需要。咱做来读今仔这个经句是罗马书5章60到90，所以较细哩，唔知大家看有无？来，因为咱也顾软弱的时，基督到期替有罪人死，替义人死，恶的有；替好人死，检采有人教。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也顾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罗马书5章6，毋茫伊诚做你的朋友，做来祈祷。天父，阮毋茫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互阮知影，阮是一个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罪人。至圣的救主，由你诚做我的朋友，以祷告耶稣的名，阿门。咱这回吟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84首吼，咱吟第1节到第4节。咱这回起立来吟。我
即是咱来奉献。咱请叶弘一执事甲杨嘉欣执事来书献。来吟奉献诗歌，咱做伙来吟。请坐，煞只报告。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吼，小等下嘛欢迎到地下室来做伙享受爱餐。今仔日下晡1点有音乐会，是为着纪念2年前伫美国尔湾教会枪击案勇敢牺牲生命吼，来救足侪人的郑达志医师。今仔日下晡1点，今仔日嘛是郑医师55岁的生日。本堂要举行来自福尔摩沙的天使郑达志医师纪念音乐会，欢迎大家留落来参加。这场音乐会嘛有直播吼，直播的连结会使看周报，也是咱用 YouTube 吼打那个台北南门教会，也可以看得到直播的连结。那郑医师的生平吼，请大家来看周报的第6版到第7版。今仔日有主日的教员会吼，应该小等下就要举行，请同工来参加。拜六有小会5点吼，5点伫6楼伫遮提醒小会员准备心来参加。后礼拜日第2场礼拜煞嘛有幼儿园的董事会吼，请董事准备心来参加。第3季的预定时间表吼，请各团客较早的交互办公室。搁伫遮大家讲就邀请7月6号吼，咱有南门71一起敬拜吼，第一进步到完全的音乐分享会吼，主办是敬拜团啦吼。请大家有留时间来参加迄天嘛会有夏令营的成果发表的做伙来做表演吼，请大家有留时间嘛做伙来台岛甲奉献。团契的消息吼，伫遮提醒妇女团契甲亚音合唱团，即礼拜5聚会暂停一次邀请大家来参加拜六下晡1点半吼。台北中会东区伫本堂举行的联谊会，相连团契后礼拜日吼有聚会有例会吼，请大家来参加，有邀请叶弘一医师来专讲。
这个再请大家注意啊。教界的消息甲台岛的事项，请大家自己来看周报吼。啊，牧师补充。我真紧来拜托咱大家，今仔时间有点赶吼，所以咱有几位伫咱中间的人客，我胃口的，就是有马来西亚一个团队，马来西亚长老教会的团队吼陈启成传道因夫妇来参加今日的毕业典礼哈，还伫台湾的他跟尔湾教会有关系的，我们就站一下吧。尔湾教会哈，有一些我们搬回来台湾那一天发生。特别因有人已经住伫高雄，有人住伫台中吼，欢迎伊来。我这里还有一个周文兰甲周慧慧，欢迎你来如果你也要参加下晡1点的，马上到地下室，我们用简单的用餐。那我们马上要准备1点钟等大家大概12点半。地下室就要清空万一人若较多，咱地下室要做第2直播现场吼，所以大家倒骹手咱真紧甲这准备好势咱1点，因为有直播美国遐咧等，所以我们就要很准时开始吼，所以拜托咱大家动作较紧一吼希望食饭的时阵有时间甲大家小讲一个话，多谢。好，咱即摆做伙来吟圣诗吼，咱今仔都无平安礼唱煞请牧师来祝祷吼，咱做伙来吟哦，请起立。是上帝祝，愿主要所实为家顶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对咱的疼痛，现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田甲，咱来灭倒闭会。